本港經濟全面回暖兼穩步增長已經係不爭嘅事實。政府早前發布2025年第三季經濟報告同埋2025年第三季度嘅本地生產總值修訂數字，顯示今年第三季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GDP 按年增長3.8%，較上一季3.1%嘅升幅有明顯嘅進步。數據係說明咗一切，特區政府嘅政策措施成功帶領香港經濟朝住正確嘅發展方向前進，各階層市民嘅經濟體感溫度亦都逐漸回升，對香港嘅信心亦都明顯增強。受惠於出口表現強勁同埋本地需求持續改善，香港經濟喺今年嘅第三季繼續穩健擴張。除咗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喺第三季按年增長3.8%，經季節性調整之後，按季比較實質本地生產總值進一步上升0.7%。而香港咁樣成熟嘅經濟體嚟講，表現實在係亮眼。正如政府嘅分析，本港經濟表現良好，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係對外貿易表現強勁。其中整體貨物出口繼上一季按年實質上升11.5%之後，最新一季嘅增長加快去到上升12.1%。其中對東盟市場嘅出口係持續飆升，而對亞洲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嘅出口亦都普遍錄得進一步嘅增長。事實上，今年上半年香港對東盟嘅商品出口已經錄得雙位數嘅大幅增長，同比上升大概24%。能夠有咁嘅成績，證明特區政府同埋本港嘅出口商近年喺拓展市場多元化方面做嘅大量工作已經取得一定嘅進展。行政長官李家超就任以嚟，更加已經先後3次出訪東盟，涵蓋當中7個國家。特區政府深化同東盟合作嘅政策已經見到成效。展望未來，考慮到本港今年首3季度嘅經濟表現，政府預期2025年全年嘅 GDP 增長可以達到3.2%。政府嘅預測同好多金融機構嘅預測結果相近。其中渣打銀行10月底曾經發表報告，當時除咗將本港今年第三季 GDP 增長預測由原先按年上升2.2%上調去到上升3.2%之外，亦都上調全年本港 GDP 增長預測去到2.8%。至於匯豐環球投資研究發表嘅報告，亦都將今年香港 GDP 增長預測上調去到3.2%。各間大行嘅分析同政府最新嘅預測係非常之接近，可見各界對香港經濟增長均抱持咗更正面嘅態度。除咗 GDP 表現強勁，容易確保港元匯率穩定嘅外匯基金，最近亦都錄得非常亮麗嘅投資成績。負責管理外匯基金嘅香港金融管理局早前公布，截至9月底，外匯基金喺今年嘅首3季錄得2740億港元嘅投資收入，外匯基金總資產係達到41522億港元，較2024年底增加712億港元，累計盈餘則達到9163億港元。若果再考慮到今年以嚟香港股市已經上漲大概30%，以及今年首10個月首次公開募股籌資額已經超過260億美元，位居全球首選嘅籌資地，話香港今年嘅整體經濟表現保持強勢，絕不為過。綜合各項最新嘅經濟同埋金融數據，市民可以清楚睇到，曾經一度困擾香港嘅經濟陰霾，近期已經基本消散。本港房地產經歷咗多年持續調整之後，近期明顯已經企穩同埋回暖。加上股票市場係保持暢旺，大釋放同埋刺激市民嘅消費同埋資產投資活動。呢個亦都清楚說明點解政府喺第三季經濟報告中指出，本地私人消費開支增速輕微加快，本地消費市道逐漸恢復。事實勝於雄辯。喺政府經濟政策嘅帶動之下，各項良好同埋積極因素逐漸顯現。我認為特區政府積極籌辦嘅一連串大型盛事活動，確實對吸引內地同埋海外旅客嚟到香港起到正面同埋顯著嘅作用。今年首3季初步整體訪港旅客有3647.2萬人次，其中內地客係佔2798.6萬人次。
非內地客佔848.6萬人次，兩者分別按年增加11%同埋16%。特別係啟德體育園正式啟用以嚟咧，已經先後上演咗多場大型嘅演唱會同埋國際體育盛事，而第15屆全國運動會香港賽區成功吸引咗唔少旅客專程嚟到香港觀賽，為旅遊業、飲食業同埋零售業嘅持續復甦進一步增添動力。咁當然啦，為咗保持香港嘅經濟增長態勢，現屆政府亦都花咗好多功夫喺吸引重點企業上面。政府過去幾年大力招商，成功引進102間從事前沿科技嘅重點企業喺香港落戶，總投資額大概500億元，創造大概2萬個優質嘅就業職位。另外啦，投資推廣署亦都吸引超過440間嘅企業喺香港投資額，亦都達到460億元，創造大概9000個職位。呢一系列嘅成績都係香港 GDP 得以不斷上升嘅理由，亦都係政府努力拼經濟嘅最佳證明。再往前睇，李家超喺最新一份施政報告之中，以破格嘅思維提出一系列加速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同埋產業發展嘅措施。眾所周知，北都係引領香港未來發展嘅引擎，亦都係推動產業發展嘅重要載體。創新科技產業係香港未來經濟增長點嘅重要來源，而北都本身就係未來嘅創新科技產業基地，兩者相輔相成，為香港未來經濟發展進一步奠下基礎，確保可以長期維持香港嘅競爭力同埋對國際投資者嘅吸引力。香港今日嘅經濟增長勢頭得來不易，尤其係喺環球經貿情勢仍然不穩，一啲成熟經濟體表現持續不振嘅背景之下，香港能夠有而家嘅成績，更加屬於難能可貴。英國國家統計局早前公布，該國今年第三季度 GDP 僅係增長咗0.1%， 9月單月經濟更加出現萎縮，凸顯咗佢嘅經濟增長嘅疲軟態勢。相比之下，香港第三季度 GDP 按年增長3.8%嘅表現固然係十分之優勝啦。呢個除咗有賴政府因時制宜為香港制定合適嘅經濟政策之外，香港擁有一國兩制嘅獨特優勢，亦都係個中嘅主因。未來香港必須更好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特點，吸引世界各地投資者繼續喺香港落戶，將香港把外資引進來協助內企走出去嘅作用充分發揮。